部、东北部变天翻冷，金门往厦门的船帮停驶，花莲立武溪帮山湖水尾撤离900多人。屏东台24线有人改车偏正向，昨一天抓到16件违规，改车的就占11件。柬埔寨掠64位诈骗的韩国嫌犯，韩国包围邻居押回去，这是规模上大一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9公司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头起先来看风台外围环流和东北季风影响，在北部、东北部拢开始变天啊。拜一、甲拜二，桃园以北的雨上粗。若今仔日落雨，温度降低，海上嘛无好。金门水头码头往厦门的船帮，伫咧下晡2点半过拢停驶。大批旅客伫金门水头码头等待，因为天气影响，金门关港务处19早起宣布，今日海河海上无好，水头来往厦门互通，自下昼2点半航班结束，双向停航关停下昼返程的旅客即会当候补等待。我们7位，大人小孩7位。然后你接下来会，你现在排到几号会？领到了500多号。到下午2点半。本来就2点半了。停航了嘛。伫台北市中正区，一栋大楼的地下室头前，工作人员贴沙包，迎接刷落来连续落雨。东北季风大水气报道，这方面落雨明显，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提醒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地区注意，万一雨区扩大，更较明显一点。周一跟周二这2天预期是未来一个礼拜降雨最多的一个时候，在整个雨区的话，迎风面的雨区会再度扩大，包括整个东半。包括整个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在明后2天都会有大雨的现象出现。气象署表示，风性风台拜一到拜二相对上晚近台湾，虽然无直接影响，不过外围水汽甲东北季风强盘效应，形成的雨大会为北部、东北部带来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拜三起，虽然风台管理因为东北季风加嘅压大影响，这方面会继续落雨。西北部甚至以北有连续落雨，未来1礼拜天气拢无稳定。入秋以来，影响我们最强的东北季风，紧接着又下来，它预计会从22号影响到24号。那因为这一波它伴随的这个低压带，所以说还是属于湿冷型的哈。气象专家提醒，除了有感降温，沿海风险也会开始明显增大。寒天烧来，天气形态已经过一段落。到日啦，后礼拜日也阁有一波新的东北季风来报道。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花莲嘛有落雨，水网中央讲立武溪帮山湖目前感测无危险，船公1楼嘛未做大水。不过无太靠也做未来，这水尾已经撤离900多人，安置伫咧收容所。海外头少甲雨都拢扛起来，根据上新的观测，溪仔水对坝体下面继续流出来。伫太鲁公园口形成的立武溪帮山湖，离坝顶一流出来，敢若剩5公分。不过中央讲就无有马上危险。现阶段这样评估起来，目前因为它都是流回立雾溪，那对整个立雾溪，包括对下游的聚落并没有相关的这个危险性，大概都这个流量都还在立雾溪可以承受的这个范围。随着风势风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的这效应，就惊有地震性大雨侵袭花莲，增加帮山湖溢流出来风险。中央讲，尽管将来若是溢流出来形成烂土门的机会无悬，依然伫安全的范围。不过为了小心，提前来撤离下游900外围民众。30分钟就上来了，警察就会赶人了。当地乡长也解说提醒，19早起开放民众等去厝摕物件，不过未少部落民众伊都无愿意摕到收容所，家己伫富社村的篮球场、大埔旁来避难。只是当地雨是愈落愈大，经过协调考量了后，出动专车甲人来撤离。宠物不可能放在家里放5天都要饿死吧？进收容所怕收容所那边不方便了。我们有达成一个共识，是只要下雨，他就必须要听从我，因为真的是非常危险，而且生活品质会很差。这阵收容据点包含有亚洲水泥的宿舍，也有秀林国中，有个撤离天数至少是5天。当地村长也继续公布，提醒民众莫停留，赶紧离开。未来天气若较好，两边的岩壁稳定，就来进行工程，解决这个帮山湖的问题。开边道上去把它挖掘，先挖一边，让水溢流出去，然后稳定以后再拐头再转过来，再挖这一边，再过去。
放山后的飞机无解除，就是继续封起来，管制这路段出入。中央是继续观测风花风台的侵袭。记者综合报道。就惊上大雨，地牛翻身会阁出现新的崩山湖。这花莲一天的累积雨量若有200毫米，就会随发补贴你。若马太阳溪崩山湖水是还未下哩，目前是继续监测水位。这里是花莲光复乡马祖街，现场可以看到国军正在堆叠沙包，这是为了预防万一下起大雨，避免道路再次被淹掉。大小河关节路的花莲光复乡佛祖街，道路两边拢有怪手当咧清理落瓜梅，国军是贴沙包甲篷布，都是为着有防风型风台甲东北季风所引起的强破效应带来雨势。中央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表示，万一对着大雨是地动，马太安溪崩山湖有有可能崩滑。两边的岩壁，如果地震的话，或者是大的雨，如果上面的岩壁下来把这个我们的溢流口给遮住以后，那这个就会形成新的堰塞湖，就新的危机就出现了。桂连成表示，若一日累积雨量达到200毫米，中央会随启动疏散体力警报系统，采取相关紧急应变作为，预防大雨。若中央动起来，伫光复乡街路，当当看到民众伫徛街门口贴沙包。再来的话，还可以来得及来读这个。因为我会怕那个水，因为我一个人呐，我的铁门都还没做啊，我再来用这个。有风雨势，搁省长花莲光复乡19透早，伫农业部林业保育署的安排，内政部空勤总队直升机搭载上台防灾研究中心，也有特殊队人员，顺利伫马太安溪崩山湖面成功导航导入小水位计，佮甲原本的赤化小水位计配合，发挥崩山湖水位监测功能。这2支水位计目前都已经正常开始运作，每10分钟会回传一笔水位资讯。相信马太安溪堰塞湖上游的堰塞湖以及应变，可以透过这2支水位计互相的搭配。为要让马太安溪崩山湖遗留事件搁发生，中央会继续监测马太安溪水位，只要发现有故乡，才会当伫第一时间反应，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屏东第24线沙地门往雾台乡，才有人骑改装车偏车向坑桥，侧人去嘛真危险。若昨一天就掠这改延东港街车顶顶违规，都有16件。统计今年到达超速嘛有1377件。我报警。话也未讲完，赛过车互民众比讲听无讲话声。第24线是连接屏东县三地门乡，也有雾台乡主要道路，沿到阿里瀑布这有名景点。家己电路民众骑车赛车来，不过也出现改装车红桥声音伤大声、车速伤紧的情形，当地民众真困扰。摩托车骑那么快，开那么快，这压车啦，或是那个飙车那个，哇，受不了他们了。开车子下山的时候，很恐怖呢。这拜六，当地警方结合环保局第3地检查所处地改装白云港，也有车体这违规行为，也经由移动测速翕相来处地超速。一天内有16件违规，其中一个违规改装车就有11件。截至目前为止，共计举发超速、无照驾驶、变更车体设备等违规2000余件，受伤交通事故由去年的103件。降为今年的67件。警方讲，今年5月起，交通队假日下不时结合监理站，也有环保局稽查，重点伫处地超速，也有改装白云港以及车体变更这代志，也呼吁民众伫第24线出入雾台佮部落的路段，拢设有限速警示的标志。为了确保用路人甲部落民众安全，应该要确实遵守这速度限制规定。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5，便利店开始卖加热粉，煞无到1天就落价啊。卫福部讲是因为产品的标示无符合规定。从各卫生局呢传回来的稽查结果也发现呢，有一些标示呢不符合规定啊，所以呢经过内部的讨论之后，那么确定呢它应该依法那么。要下架回收，它所有的这个上市规定还是应该要符合烟害防治法跟它的法规的规定，特别是标示上的要清楚。加热粉开放上市第1天，中央和地方的卫生机关去稽查，发现加热粉的包装无标示尼古丁的含量，依照法规落价。
国建署表示，若无用中文标示，会当甲制造商、甲进口商罚上当500万，若卖业者上当是罚5万。来看拜六礼拜这2天，韩国团体 BLACKPINK 伫咧高雄开演唱会，数人伫咧网络骗讲会当到买票，都有3在官卖，这钱花过去，煞摕无票。目前警方是已经抓到嫌犯，依法送办。拜六暗时，高雄市文主场馆外口有袂少的歌迷，这人精心打扮，有人穿好手顶，也有人穿明星的乌粉代表色。只是最后一家人买票就是无到入场。这个韩国有名女团的买将，伫官方网站买无票，伫网络发现一个查甫人讲会使斗3天买票，本来约好入场进前交票，可是一直无看这个查甫人，赶紧报警察。8,000 money， 很多，8,000到2万。哦，有对，2万。5000到2万都有。警方讲，18伫演唱会现场外口接到外籍个人士报案到现场处理，原来是一个姓地查甫人讲会使协助买票，爱民将先汇钱予伊，结果伊无照约束提供这个门票，大约有50张。透过网络社群及朋友介绍，声称可以协助购买门票，疑似无法抢购到足够数额的门票，以致现场无法提供给已付款的10余位被害人。警方并了解查甫人，初步统计受害民众大约30人，专案依照刑法背信罪以上求头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呼吁民众，买这个演唱会，也是热门活动的门票，应该去官方卖票管道去买，以免被骗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新闻，韩国大学生伫咧柬埔寨和犯罪集团零第4案件是查到一噗噗。在柬埔寨也逮捕64位涉嫌做电信诈骗的韩国人。那昨也遣送回去韩国，一落地就移送上班。这是韩国第3届包回零机为各国押嫌犯回来，嘛是规模上大一届。韩国警察厅出动190名警力，将滞留柬埔寨的64名电信诈骗嫌犯以包机的方式，伫18押解回国。嫌犯全部伫帽仔挂喙罨，用纱也扣伫双手的手铐。伫警员2人一组的护送之下，行出入境航站的大门。随即，互移送到对因各处案件有管辖权的警察局接受侦查。캄보디아 당국 체포가 돼서 우리한테 통보가 되면 거기에 맞는 방식으로 우리 법적 절차에 따라서 송환을 해서 우리나라 법의 심판을 받도록 하고 아울러 그 체포된 사람들의 국내 조사를 통해서 보이스피싱 규모를 조직을 전모를 항상 밝히는 데 주력을 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这是韩国警政史上第3摆以包机方式为海外集体押解犯罪嫌疑人回国，也是规模上大一摆。这批嫌犯有的是自愿参与诈骗，也有的是防强迫的非自愿者。联合国的资料指出，东南亚地区防假日诈骗案的有约20万人。国际特赦组织指出，柬埔寨境内至少有53个诈骗园区，犯罪集团伫其中进行人口贩运、强迫劳动酷刑、剥夺自由、加没收。当年大约有20万韩国人去柬埔寨。韩国外交部统计指出，当地发生的韩国人防霸案件，2022年至2023年之间大约有10至20件，去年增加到220件，今年到8月已经有330件。当地有一名22岁大学生，防犯罪集团绑架虐杀案件曝光了后，全国特警当局除了成立联合工作组去金边处理之外，总统李在明也指示主管机关赶紧铲除所有东南亚非法招聘工具。广西新闻王佩伦编译。美国又搁发起街头示威，抗议川普市政未输访地坏爸爸。50个州拢总超过2600场游行，伫咧纽约都有10万人参加。时间加将近4个月，全美50个州18个在举行无爱国王的街头示威。第一大城纽约市早起街路甲地铁的出入口，四街拢是手举各式抗议标语的民众，强调民主毋是君主制，迄个法毋是有无拢无要紧。现场也有各种创意的海报甲装扮。唱甲川普为做苏联领导人的模样，口说伊是一个独裁者。另外，这纽约市警局估计全市5个区组织将近10万人。敢若是这个市府广场第7大道就将近6万人，现场防客甲是拢袂过。大路两边甲天顶全程拢有警力戒备，过程并无有特殊，无任何特殊的行为发生。
Well, I mean, you can see what's going on. It's horrendous, right? I mean, we're literally pulling people off the street. We have masked men abducting people, kidnapping people, disappearing people because of their political opinion. That's not what we're supposed to be about. 相关世界拢是人的场景，也出现伫波士顿、华府、芝加哥、阿德兰大、波士顿、西雅图、洛杉矶这所在，总计有超过2600场的游行来举行。依法民众不断的问题，亲像移民执法单位非法的抓人行动，联邦国民兵进入地方，健保补贴互取消，是不是最近选区中为所带来效果等等。Everything is at stake, everything, and I'm paralyzed at home. Out here, oh my God, I can see in their eyes we're thinking the same way. We can't have this. We just can't. 也那人伫佛州海湖庄园参加美加一场爱200万块美金募款活动的川普，伫福斯新闻访问回应讲，家己毋是国王。共和党定名讲，这拢是极左团体 Antifa 舞出来，并且加这游行的集会搭上想分美国的标签。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第2轮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祝贺电报。第2轮有回隧道社，嘛讲会坚持9日共识，反对台湾独立。国民党主席选举落幕，结果18公布，由候选人第2轮当选，对着外界关心未来党内整合甲路线问题。这位社民党主席朱立伦19讲，家己未来最佳的角色是永远的志刚，会以感恩的心继续回报社会，协助党务，并且祝福第2轮会用带领国民党更加团结、更加好、更加强。我想我最佳的一个角色是永远的志工。那当然大家会有一些期许，会有一些担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大家能够团结努力。国民党党中央19中昼也收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来贺电，第2轮也回复电文底下，佮再讲坚持9日共识，反对台独。也若选后安怎团结党内，国民党立委王宏美呼吁，应该快速修复甲其他阵营的关系。所来主要目标就是2026年选举一定要赢。希望说郑丽文能够快速的去修复跟其他阵营之间的关系。2026的县市长的选举，我们一定要赢，而且要赢得漂亮。不过，有第2轮过期吧，严厉批评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各界也关心票数的国民党甲民众党的合作。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讲，无什么代志是放袂落，过期部分早就过期了。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为了台湾，为了人民，没有什么事情放不下。昨天晚上，我是跟柯文哲主席在一起的。那针对联合政府接下来推动的步骤以及时程，我们昨天晚上有进行非常缜密的讨论。民进党是对新任国民党主席有2个期盼，一个提醒，希望国民党会使回归理性文静，把国家利益放伫政党之上，共同面对当前国家安全的挑战。根据国民党规划，党主席选举结果出来了后，会伫2月公告党主席当选人名单，2日会甲选举结果登报中常会核备，在1月7日定开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新旧任的党主席交接。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调查，今年到达有超过7成的观光客拢是集中伫咧6都，比去年加1成。若调查外国人心目中上适合徛起的城市，嘛是台北市。都学者建议政府就要照顾其他地区，在观光发展才袂动起病。唱歌金龟塔囡仔穿万圣节装扮的服装来参加活动，大伙是假日。因光过路上人不哩多，也有真侪国际旅客。Food delicious and people very kind, so good. 我来了2-3次了，应该3次。哦，都去我们哪些地方玩呢？哪些城市？都是台北。台湾观光创新协会发布最新调查显示，外籍旅客来台湾目的除了工作以外，观光占的比率是35.8%，留校也将近2成。旅客心目中认为上届宜居的城市，以台北市首选，再来是桃园加新北市。相关的公共资源各方面都是比较充足，而且在外语国际化程度也比较高。北桃这个算是一个共同的大生活圈。那桃园呢？往上冲的原因，那是因为
它的交通离台北也很近。交通方面资源丰富，真侪外籍旅客选择机票。前瞻观光政策研究室统计，今年以来六都游客人数大大增加，占的比率达到72.5%，非六都敢若占27.5%。甲去年比较，六都占的比率略成外比，差距更较大。分析除了今年新增加的景点大部分属六都以外，大型体验活动大部分集中伫六都是主要原因。可是这样的话，就是说算是比较这种短效型的活动啦，对啊，变成说那个景区比较偏远地区的这一些活动，它的聚客效果可能没办法聚那么多人，整体的 KPI 看来也没那么漂亮，所以大家就比较关注，就变成是这个投入到商圈里面去。学者分析，都会举办活动固然吸引游客，也不过因为交通方便，旅客留来过年机会降低，会造成较大几率降低，影响旅宿业。另外，学者建议政府爱投资更加多心力，伫资源不足的非六都地区，和观光平衡来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全国运动会昨暝伫咧云林开幕，不过民众反映讲，这路线安排甲乱糟糟，有票的未得入，无票的煞早就入去坐啊。若云林县府讲，这开幕典礼人伤多，为着要确保维安，才会控制人数。民众依照百米的速度进入运动场买卡位。为上观点看，人拍拼往前冲，这个时阵场内已经客满人。等到暗时7点，全运会开幕典礼就要开始啊！场外是有大批民众轰挡伫外口，就算有票也无法度入场。小朋友没有办法进去啊！晚7点啊，你是咧装笑的啊！有民众去到当场将票拆掉，受气阁无奈，甚至甲工作人员去冤家。114年全运会18暗，伫云林县立运动场进行开幕。来自全台外万名选手甲教练同齐做伙参加典礼，暗时也有热烈选手之夜暗会。真侪人为着想要参加，依照规定提票要入场，也不过到现场才发现无法度入去。有票的进不去吧，然后没有票的4点多就来了。我们昨天本来是6点多要进来，进不来啊，因为太多人了，进不来啊。可是到最后是去看电视转播，对，从头看到尾。官府解释，迄日人料想袂高济，虎年高层也来参加，可能维安甲安全且启动用流管制。那在当下那个时间点已经达到就是人有的一个管制的一个上限，所以我们就启动了这个管制的一个机制。那等到开幕典礼结束之后，就是我们的贵宾也离场了，运动员也退场了，那相关的一个场域的空间就腾出来，我们就全面开放。云林县府表示，开幕典礼退场了后，才是选手之夜，了后就全面开放。观光人流过程需要时间消化，因过民众批评动线混乱，就算有摕到票，也是无法度入场。对县府无法度有效应变，不少人真不满。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查某囡仔嘛会当真厉害，为着要响应联合国国际查某囡仔日，嘉义县举办行读的活动，带民众了解较早在地女性的成就，嘛透过增加美容的课程，鼓励女性展现自信甲创意。增加美容的老师替大家来示范保养指甲甲美容的方法。参加活动的校员配合老师教的步数，自由发挥美容家己的指甲。看到家己的指甲水当当，参加的女性民众大家拢感觉心情真好。你咧结婚的时候有擦过1次，到现在60几岁又擦第2次，所以我心情就好啊。今天就不用煮饭了。嘉义县共好生活协会甲嘉义县社会局响应联合国的国际查某囡仔日，伫埔子举办台湾查某囡仔日的活动。活动为100年历史的青木屋开始。阁包括配天宫、埔子女子公学校，透过行读，带民众来入捌埔子较早在地女性的成就，嘛利用指甲美容的课程，鼓舞女性展现因的创意甲自信。埔子地区伊的历史吼，应该我们听过别个老师的演讲吼，然后对于女性伊的力量吼，改变这个埔子地区，还是改变这个世界，我感觉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所在啊。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咱埔子人、各外地人熟悉咱埔子杰出的女性的表现。嘉义县社会局表示，透过医疗、教育、信用甲商业各方面，串联这条在地女性生命故事的行读路线。除了希望带动埔子地区对性别发展的尊重，嘛希望会当结合学校教育，传承在地历史，落实性别平等。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天气玻璃仔再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4度到28度，中部地区24度到31度，南部地区25度到31度，东部地区24度到27度。外岛地区23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暗新闻，稍等下车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